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搁将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今日咱来吟诗答对。哇，迄个诗文敢会真深袂？我去编过去一个学问家吴英德所编《台湾谚语》这本册，伊写一个民间的对答，真趣味，你甲听看嘛。讲我对你，猪对猪，早困对晚起，捌情毋捌理，风尘18种，小民一个起。有样通好看，无罪通好语，喙笑目笑，细姨毋甘记，骹来手来，大某拍甲死。那国情仔咧猜想，本来较早咧讲答对，人吼要学吟诗，就爱读迄个字咧甲咱教，讲文对武，势对风，晚照对晴空。有影你按念好识，连讲咧写诗，你读起来都有资料啊嘛。顶句写着云，下句就写着风嘛，听安尼对答嘛。啊，晚照，黄昏夕阳日头照落来，对万里无云的晴空，对。学问家读书人是咧读这，结果民间讲到句甲学起来，我对你，猪对猪，两骹相对嘛。早困对晚起，啊有影早对晚，捌情毋捌理。什么款人？煞毋知影讲风尘18种，小民一个起。风尘对小民吼，即句有较土吼。咱知影风尘定着，啊那迄款的都无药，因为18种的镜头拢为着爱风尘。结果18数字有在来，搁对一个小民一个起，原因互你批评，就是因为这款人有样通好看，真正的社会病顶有这款人，病骹也有这款人，考到什么程度？无做通好语，真侪爸啊，拢会晓讲一句，无做好语的人，迄实在是酷至极就对啊！安怎样？煞毋知影伊都喙笑目笑，细姨毋甘记，心爱啊惊，咱两个吼来地房。也是来欣赏风景，较等下吼，佚佗啊较晚了，毋通转去来大圆豆，喙笑目笑啦，看到细姨，连记手指头啊撑出来都毋甘，啊毋过倒转去到因兜，骹来手来，大某拍甲死，对某对囝真无良，社会有即款人无？有，啊结果人编出了四句联讲对答的，你甲客死，毋则讲喙笑目笑，共款死哩哦，人有在条去想去编，对一个骹来手来嘛真对当嘛。细毋甘记，大某拍甲死，民间流传的俗语，所以毋则讲台湾话艺术趣味，拢伫遮啦。